日前讲非洲猪只拖入来台湾，农委会即马是拍算禁止家庭的油喷直接送去饲猪场，要求讲这喷就爱先煮过。毋过饲猪业呢是真烦恼，因讲这煮喷的设备拢要袂起好势，就禁止，产业界会受到真大的伤害。因是希望中央就爱重视。防范非洲猪只农委会按算要限制加护喷直接送到猪条，猪农表示，因认同禁止加护喷直接送到猪条会使降低风险，但是建议分区分流来实施，而且要有充分的配套措施。交物除以量占除以的40%，少了这40%，黑猪怎么继续维持下去？先辅导在外设立这个整猪场，再来限制进场。上级单位可以给我们所谓的规范辅导我们农民配合。农委会表示，台湾边境自去年9月到今年4月，已经查到700多公斤的猪肉商品。烦恼若是有病毒的商品流入去民间，会造成防疫的破空。其中加护喷就是高风险，可能会互染到的。农委会强调，政策不是要禁止用喷饲猪，是要求加护喷爱先煮过了后，才会再送入去猪条饲猪。只要在养猪场的外面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场所。那经过蒸煮以后，再送到养猪场里面去给猪吃，这个我们一向都没有禁止过。只要找到适当的土地、适当的地点，那包括设备，我们也可以来协助。猪农表示，若是无先甲集中催猪场先设好势，就硬要先禁止运送，产业会受到真大的伤害。农委会表示，已经搬点废弃的猪条，希望转型做催猪场，某咧地区辅导成立液态饲料工厂等，会以多元的方案来协助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